嘉义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，去年赛车在因妈妈煞来发生车祸，造成坐伫咧副驾驶座的妈妈死亡，这保险理赔1300万。不过保险公司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暗看妈妈的身体状况，替伊投保这理赔正悬的意外险，就向警方来报案。这检警也甲伊个伊的太太小弟带回去问话，认为因有串通口径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停伫车架内轿车慢慢经落去，这台经过弄桥汽车造成嘉义一名60岁妇女人死亡，也牵涉查甫机魂。你就赌来赌吧，对啊，也都不跟人家打招呼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。这样子。甲厝边真少来往的姓刘查甫人，去年5月赛车载母亲到东石乡，经过这个丰信道路的时，家己讲互背照干照，加比破向车窗造成视线不良，车弄到边外壁，无甲安全带副驾驶座的母亲因为安全机规啊故障，相当死亡。保险公司怀疑查甫人亲像早就知影安全机规啊故障，也隐瞒母亲领有残障手册等问题，替死者投保真悬的意外险寿险，受益人拢是姓刘查甫人，决定向警方检举。制造假车祸的这个人呢，他有意图让车上的乘客死亡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杀人罪。那制造假车祸的人呢，他另外是构成了刑法上的诈欺取财罪。姓刘查甫人事后得到1300万理赔。检警调查，伊亲像问过保险从业人员，自动事故敢会通赔，也伫理赔方拒绝的时，请保险业的朋友协助申请，对方也得到100万的可米箱。检警将姓刘查甫人伊的家后小弟等5个人带回侦讯，获审了后，因为姓刘查甫人有串情的顾虑，洪成亚其他4个人撤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